世界万行台，拢伫咱台湾新眼界。观众朋友，大家晚安，大家好，我是主持人黄平仁。今仔日毋是咧带新妇新眼界，带你来看一个外国宝。这个国宝所有歌册、历史、文化、戏文，拢伫伊的头壳内。今仔日带你来好好认识宝贵伊啊，咱的外国宝的历史。 老师，你即摆要教阮啥物件？上军笔哦，啊，麻烦你甲迄四句连讲教一下好无？啊，歹势啊！我念互恁听，恁着斟酌听。啊，听就是伫恁的心肝内，搁再会来才互恁家己唱。宝贵老师，你即摆煞要教阮啥物件？教你上军笔。好啊，啊，迄个咱的四句连第一句毋知啥物？告别相公要转去，告别相公要转去。 多谢你雨伞借我一支，多谢你雨伞借我一支。讲话又过遮尔啊细腻，讲话又过遮尔啊细腻。实在你做人嘛真谦虚，实在你做人嘛真谦虚。哦，啊，用上军笔，啊，是无？好，啊，即嘛麻烦你教阮安尼唱好无？好。来哈，来。 哦，老师，多谢谢谢。啊，我小坐入来吼，恁这算作是叶老师算恁的老师嘛，吼啊，叶老师伊个是宝贵以来的学生，会使安尼讲嘛，吼，算作是祖师伫的吼，算作祖师啦，吼，在这算作第三代啊，吼，这个咱即马。 你开始学这个物件，到即马现主时吼，咱咧讲的这个口语啊，还是这个口文啊，有变化，有差别无？还是讲你教的拢准啊，敢炖米糊共款，大家拢学甲真招文。这本戏吼70年，啊，我咧讲，叶老师就讲，你念互我听看觅，啊，伊足厉害哦。 我念好听，啊，伊就随时写起来，随时写起来，安尼咧。这拢伊，啊，我是出家念，我嘛是爱想咧，我头壳无好啊。啊，你毋着互我想者，啊，想甲已经有够咯，安尼，我就甲老师讲，安尼就了啊，变调。 要变调，看要变清风调，也是要上军笔，还是要一字啊，一字调。七字啊，啊对啦，七字啊重点，咱台湾的七字啊是重点，啊重点这变调，是叶老师讲变一个变调较好听，安尼啦。啊我讲变调唔简单，看咩？江仔蔡琼花。 吼，江仔所庆花也是要个足侪啦，就讲起啊。哈，但是这吼，咱比如咱即摆台，咱即摆人吼，咧讲台话的时阵吼，有当时喉韵啊、日拼音啊较无够，吼，啊长短音吼
较有差别。你咧教学生的时阵吼，你拢安怎甲因讲安尼？安怎甲因讲？吼，就有当时啊，因大家足巧啊，因大家足巧的。讲头就知尾啊。你讲啊，要送军别，伊即摆就讲送军别，人因即马起码举就遐弹，吼。我讲，老师咧教学生真厉害，啊，讲头就知尾，起码会弹，我佫会唱，哦对，哦，啊我是安尼讲啦。啊，伊是老师是往那谦虚啦，伊讲伊是拢叫我宝贵爷啦。我爱人叫我宝贵爷，我较无爱人叫我讲啥物老师。先的啦，先的啦，哈。先的，先到天顶。对啊，哦，这部我小补充是，因为古早老师因伫咧学是都无谱，先生安尼唱，伊就对安尼唱，所以因咧较对。啊，咱最近这几代咧伫咧练的哦，咱按谱落去，啊谱是世界的吼，啊所以谱固定，啊但是咱的四句联无固定，所以因古早就是先生安尼唱，就对咧安尼唱，但是咱这嘛毋是有音谱出来，啊但是迄个四句联无共，谱都无共，这个物件爱转长音，啊长音才会水，才会对，人才听有。伊较厉害啦。啊，你若伊就讲这条是啥物谱，啊，就伊讲互咱听，啊，讲互咱听，我再唱互因听，安尼啦。无啊嘛爱你有原版啊，啊叶老师叫他落去甲这正确的，要甲写这文字啊，是毋是安尼？一般是我拜托老师讲戏出嘛，哈，啊，戏出讲我听，啊，我就录起来，用音吼，音拢甲录起来，转来才听答。等下才佫看下扣啦，安尼啦，足厉害。啊，四句联，这拍四句联扣啊好，我就请教宝贵啊，伊就去参考这四句联伊的情绪、剧情吼，喜怒哀乐，啊，再教你讲，要用这个曲来唱，啊，有的曲吼，这长音长袂过，这个曲咱就买，佫找一个拄好的，迄个长音长来会水，较袂讲你唱来人听无。是咁样，啊，我问我，这个调好无？伊讲，好，啊，就好啊。你听老师听会过安尼就准成。哦，啊，但是后来，譬如讲，在30-40年前，啊，佫有人咧写新的戏文嘛，敢有？还是讲其实拢老卡本，拢老剧本？也是迄个古书起来看，导演是安尼，导演是来买古书来看。看一站会用的才有进行。啊，阮是毋是？阮是正式老师甲阮教啊。我老师传的，我一个教我2拍迄落想会歌。啊，我就开始伊讲，宝贵我迄阵啊去戏班缀阮大兄食饭，宝贵。来，我教你唱歌，我袂晓唱，你要叫我唱，2拍就好。唱2拍互我唱，我过天光伊佫话呐，我讲伊讲啊你念有无？我讲有，画落去唱互听。伊讲你有天分，要佫甲你教，要佫教。啊，迄2拍是倒2拍？你即摆会记无？哪会袂记？我2拍。干那2拍，啊，迄个阮这个先生已经是往生去了，伊伫迄个河尾。这丛花是悬山啦，开花2蕊好摆段，满花袂着，徛伫看，闻着花味烫心肝。哦，啊，我就伫伫心肝内，啊，佫一拍，四分牡丹在四位，无风无雨花袂开。等待3更若冻落水，等着花心花照开。教我这2拍，我度到今年80几岁，你敢想？哇！啊，伊是用七字啊，无变调，拢用七字啊。宝贵啊，你会当甲阮唱一下？用七字啊，这
算做你的头壳呢。甲恁大家有缘，才会甲恁见面。无我遮做下哪会去甲恁见面？OK 吗？好来，你嘛要开始唱啊嘛？七里啊！啊，就系啊，这个你对他讲。才早迄两把。啊，尾后收尾嘛，哈。好，尾后再收尾。好来。好啊，好啊！在呀关啊树啊，开花两啊蕊呀。这个花啊味哦，香的来寻是啊盆无等的。菜丝的味哦，无风的无啊好啊，花来卖啊开啊。等待的三季哦，若是等啊落水啊。当着这个花啊心美。花啦一啊开呀，花心内花啊照开呀。咱古早内台、外台。就是用这个七里啊，干那摇七里啊来呢，变调你就无对，就无路通好来啊。啊是规尾这个变调，一直来，大家都脑骨里直动啊。我即嘛是无了解吼，我毋知伊要唱什么歌词，所以我一直爱看伊的表情，爱看伊的嘴吼。喙舌。去摇，下骹是啥物件？所以一般会念着音。这哦无，这台湾 Yes， 爵士乐就是安尼，你赞。江西啦，蔡庆花啦，啊，白牡丹啦，什么我讲哦，阮实在学真多，阮这个变调学真多。因做囡仔咧学的时阵，足紧，两三工就晓的，安尼话我讲阮较早，阮大兄写，啊，阮就念的，摕来便所念，摕来洗衫念，阮大兄讲，啊，你会晓？我讲念我听，念我听。阮大兄确实
足厉害。无影，不过伊啊，你遮厉害呢。你也讲，你讲谦虚讲你唔捌字，但是你嘛爱看爱念嘛，爱记的嘛。毋拄若无看袂记的，看着就会记的。对啊，唔遮厉害。做空中马甲。空中马甲。对啦，唔是空中讲甲啊。阮老师伊是，阮你讲10几年，我甲美术姐，敢若阮两个美甲廖传这个，伊安尼做10几年啦。我嘛看10几年。你无逐天看？我是去做录影带看。哦。因为迄系统台无一定会定时播出啦。无，伊较认真。我就伫咧车顶，我讲哦，伊够认真嘞。伊若一拍什么变调啊，不过爷你念好听，我念好听，伊就晓弹。哎嘛，可见哦，叶老师哦，有甲阮牵啊，阮才有通来访问不贵。莫安尼讲啦，迄是恁大家无小气言要来见这个老查某。咪等来讲，等来讲，我吼即摆吼，我要请每一个人来讲一下恁认识的这宝贵爷。吼，叶老师你先讲。其实我对这老古堡吼，这老先生、老前辈吼，因教我歌以后，以外又搁教我安尼做人。因为咱伫咧念歌月琴念歌来讲吼，到尾站拢会款式。啊你要去劝别人，啊先劝家己啦。所以我感觉就是讲，我来学这个物件以后，对我帮助真大。我较早拢不晓唱歌嘛，完全拢不晓。啊，慢慢练，就是，所以我会甲我的同学讲啦，同学啦，吼，来讲，你若无放弃，你就会学着功夫。去边较徛久的人的嘛，对吧？哦，原来是这个意思。是，所以笨鸟慢飞啊，不断的飞。还有恒心不放弃。有影，这些大只鸟也是真慢才开始飞，但是一飞吼，一飞冲天呀！老师，啊，你甲看伊这做哪呢？讲头就知尾，啊，仔囡仔嘛安尼呢，仔囡仔嘛厉害咧。我坐在呀，我坐在听唱歌，讲嘿，我等下2、3天大家就再熬，会弹，会唱。我编一到4、5年了，就是讲。会弹，搁会唱，唱了搁袂弹，搁袂跳。好听搁袂跳针嘛？厉害！要有个人起码举起来弹落去哦，袂走去。正是。来，这3位啊，小讲一下。甲宝贵也接触，伊原来拢有来阮的迄个教室遐，但是较无遐尼啊接。我甲是阮老师，佮宝贵也有合作吼，就是讲教阮念歌，有伫咧新北市申请，伫咧台北市，我就想讲，我要来去试看卖这个吼，我很好奇，其实我是足好奇的，我除了甲老师学了，当我去甲这个宝贵爷，宝贵爷拢总甲伊练这届有3届疫情有1届就流掉了嘛，没有成型，所以甲宝贵爷这2届，我感觉我的收获真侪。因为阮老师有教阮10粒仔啦、大马，但是伫同学中间吼，无讲逐个人拢有学到，所以弹的机会较无遐济时阵，拄好去遐，老师就有用大马调啦、7厘仔调，吼，我就感觉讲甲宝贵啊，学者，我收获真济。我袂晓唱歌，我嘛变会晓唱歌，但是我是慢熟的迄个就对啊，我较含慢安尼啦。因阮老师就是因为有老师的牵引，有宝贵爷食。是，来，请。我跟叶老师学大概快8年啊。我对这个很喜欢这种国外艺调啊，还有这种弹唱，这种喜乐我无法形容。然后呢，后来我是第一次接触到那个宝贵哦，然后我很喜欢他的那种刚欧快靠，还有他的转音，这个
别的地方学不到的，所以我很庆幸这一次能够参加他这一次的研习会，不错。然后我很想再去跟他学一些东西，因为他有太多东西我们是在市面上根本就学不到的。是，尤其是伊那个转音哦，真的是大概要再学一段时间才有办法让它转得这么漂亮。怎么样呢？来请。我应该是算宝贵伊的戏迷，迄落我较早就捌伫电视看伊表演的，啊，拄下咧唱七里啊，我就忍不住伊目屎在流。哇，感动。是。听个感动呢。对，应该讲，足欢喜会当看到伊。我较欢喜啦，嘿，会当甲恁摸摸，大家拢甲我摸摸。哇，这天王级的呢！哇，哎呦，我较早伫电视捌看到伊的音棍叫玲珑，啊，你电视看嘛？无想讲尾站有机会去斗阵，这实在一个机缘啦。机缘，确实机缘，我嘛唔捌你呢。我唔捌你，安尼讲，美术姐敲电话甲我讲，有一个人要去找你，我讲是啥物人？伊讲啊，着去就知啦。啊，伊着甲报伊的住址去找我，啊，讲即个代志，啊，讲，即种的咱有学过的人，讲到遐就知到遮，讲到遐就知到遮。啊，咧讲的时阵，我讲哪有关系？要叫咱去趁钱，毋是要叫咱去佚佗的，哪会要紧吼？啊，迄阵啊，阮翁也伫咧，阮翁讲好啦，去网唱啊嘛较袂无聊。啊，我就甲讲，我甲叶老师讲好啦，啊，着看当时啊约当时要来去唱啥物的，啊，甲阮姐讨厌，我甲阮姐讨厌无好，阮两个讨厌无好，安尼就去做啦。就安尼免足多人啦。是啊。哇，你看安尼，真感动着安尼。伊较会感动。啊，阮姐也是，伊嘛唱甲会哭啊，后咧唱伊讲我若毋紧甲唱啦，毋紧甲唱，才害伊带遐哭。这我补充一下。你讲。去大球场。大球场戏表演，因两个人兼演一个戏。美术老师哭的哈，伊想哎呦我哭足忝的哈，啊出去安尼一个表情出去，啊你要换伊啊哈，因为演话戏嘛，出去，一点点，这个美术讲，你若不接，啊继续去哭，对啦，伊出去演耍戏。宝贵哦！你是有够夭寿，我唱啊足艰苦，我是讲要互你接住，啊你无甲接，害我哭一下要死。这就是丁兰二四号啦。哦，丁兰二四号啊。因老母已经死呀，啊，即马就是丁兰在哭，啊咧哭，我就讲，啊你规气去哭欢喜，我都无爱个食。你唱甲热铁啊！啊，我毋知伊要遐早早，我若知影要遐早早，我就紧去甲接，我哪甲人我唱啊久，唱啊目屎流，安尼。所以这就是话戏吼，甲咱即卖剧本无共款。哦，哇，这真趣味。迄阵啊，无小灯做小灯，无小段做小段，无三花做三花，包公我嘛咧做。啥物角色你都拢爱接咯，拢爱读哦。迄阵啊，戏班外开咧呢，哎，就讲包公，今仔日你就要做啥？做啥就做啥，那也要紧啊，算无咧甲算啦，就是要做就对啦，要做足好个安尼啦。台湾念歌双骄，吼，咱头仔看到就是宝贵伊啊。这是倒一位？一位。哦，但是这才有偌久进前啊？这相片。差不多12年。12年吼。
我带宝贵老师、陈美珠老师去三峡出外景录的，出外景去录的吼。但是吼，我爱先互观众朋友来了解，咱宝贵爷吼，到底是即路安怎来出新春？譬如讲，头拄已经知影讲，是戏班内面恁大兄甲你教2拍，就开始有兴趣，吼。但是阮也做较熬，恁兄做较好，阮也做较熬，讲叫小生真好，伊18块教育地走跑。啊，阮嘛是伊甲阮抹粉啦，甲阮穿衫啦，开始才落做戏。所以宝贵爷你也有去电台去做过戏。对啊，阮大兄咧整戏，我算群主嘛，我着爱缀阮兄嫂，我阿嫂你毋着甲我抹粉，你毋家己抹，我甲会晓抹，我着去叫你，我嘛算真听啦，甲我抹。抹迄阵啊来台的时阵是叫彩虹彩夫安做一个长的安尼，抢的半的安尼啦。搁再来差不多我18岁的时阵，阮大兄着台南着一个大裤师傅，专门咧做这个服饰，着赶来戏班卖好。迄阵咱家己趁家己拢嘛做衫裤。迄阵啊，无小生做小生，无小段做小段，无三花做三花，包括我嘛咧做。啥物角色你着拢爱接咯，拢爱插哦。无人通做啊！你一个咧，迄个人已经出版去，欠一个人，要去倒位叫？迄阵啊，偌亏咧呢？迄阵啊，戏班偌亏咧呢？着讲，包括今仔日你着要做啥？做啥就做啥，哪会晓紧啊？算。无咧甲信啦，就是要做就对啦，要做足好个安尼啦。我相信哦，真侪观众朋友其实哦对宝贵爷开始有印象，尤其像我这算是少年班，虽然我也是50通咯，就要60啊吼。阮是先对这有线电视看到这个金魂玉玲珑，哇！这对阮来讲迄阵是阮少年我差不多20通话啊，很酷。足酷诶！这到底这个 idea 是安怎来的啊？伊伫台南，伊原本是互这个市面上啊，伊咧甲牵去电台唱歌。因老爸咧话弦啦，唱了久的时阵，伊足巧诶，伊听就知影。等下我爸爸。人个阿宋啊咧唱什么，你若袂互我唱，我讲你哪会晓唱？我听伊就晓，因老爸话弦啊好唱，就安尼会晓唱。伊嘛有天才啊，伊嘛有天才。即摆搁再来就是摇唱，要请你来去唱歌，毋是叫花，叫人客啦，叫人客，人客规定。紧唱，药啊偌济，阮才家己去买，安尼啦，对遮来。我甲阮大兄戏班大师，伊要出事的时阵，阮大兄就讲，甲阮兄说讲，戏班爱收起，无人要看戏咯，大家要看电视啊。迄阵啊，全收起，我全去台南胜利电台。你全去电台？我全去。胜利一个朋友介绍我去胜利，毋知做几年，尾仔才去凤鸣，去高雄凤鸣来，搁去中视讲安怎你知？阮要注意啊，迄支耳达，一支头啦，伊迄讲迄毋是汉乐啦，迄是西乐，袂通过。去用拍转来。向拍转来，拍转来，伊头是讲还未拍转来，就你讲叫阮一个话迄讲，你这头甲记起来，你甲记起来，靠呀，一个记起来，说介好歌诶。记起来无头路，尾啊，迄个头家才搁换电台，安尼。这是美珠爷甲你开始做这个。金魂玉玲珑开始差不多是几
几档进前你会记？ 30几年，30几档差不多有哦。哈因为伊差不多伊先学歌戏嘛，哈学歌戏以后去南部有一个机缘伫美术也伫电台伫表演，对，啊，宝贵也去看嘛。这我所知的嘿。嘿，去看尾后，两个就是开始熟悉的，啊才也就斗阵。这一路有40档有无？哎，我嘛唔知袂记应该啦。有哦伊差不多20几岁就熟悉啊嘛，对嘛？啊，即嘛80几岁，60年啊啦60年啊，差不多60年啊，吼。第三个，啊，阮两个配合来讲。哎，有影，你默契有够好啊。你安怎讲真？我戏班出身的，戏我拢知影，啊，美术伊也袂晓做，伊袂晓做，伊会晓唱歌咱的。啊，你若甲讲的吼，伊嘛会晓。大家拢有迄个天分啦吼。无，阮迄阵咧看就知影讲，这不过伊迄手势啦，这真趣味。哦，啊，这人咧讲江湖开口，毋是迄种江湖开口哦，就是讲，就真正敢，用华语来讲就很生动啊。哦，敢若戏就在眼前安尼。我毋是挑工甲你播，有影呢。我毋知叶老师你是感觉安怎？就因为人伊讲，或者华语来讲默契，足足的。眼神啊，一xuất嚟，看哪个读册，伊就知影讲要叫伊做事。啊，直起来定义啦，就直起来呢。就是安尼。我真佩服，就是讲哦，因两个人伫咧配，即嘛生唱的人吼，一方面爱去想迄个四句联是啥，伊还佫想讲这四句联要用对一个曲调来唱，然后你这个人先唱以后，对方就共款调。爱接啦，伊唱头咱就，比如讲，我做小生，啊我怨叹，要来做官怨叹，啊伊即马对后壁就唱出来安尼啦，啊就想通，讲看你是咧烦恼安怎，啊小生就甲讲我是咧烦恼要来做官，毋知做会掉，做袂掉安尼，啊就变迄个四句那起来唱安尼。但是平常时拢无讲，我是安怎，但是即个现场就来安尼。就我会当看得出来讲，迄拢是现场来的。这种物件，我看是这天生绝配的啦，绝对拢做无去。啊，毋对，伊走去，我说一支手骨。哦，对啊。啊，即马就是讲哦，若有一个人来甲我配合，两个也是袂歹啦。啊，毋拄叶老师敢若无动即个脑筋啦。老师，你应该甲不可以来配合一下。毋是我啦，学生，咱学生吼，这有几个会使配的。我看嘛是爱。我感觉我做导演啊，演员吼，还真去做得到。老师顾欠去啦，老师顾欠去。我讲互你听，饮棍玉银龙唱无透。唱无透，公司啊，当被公司出问题，是，所以啊，就停啊啦。向关去啊，啊伊就讲，头仔是讲要甲阮落薪水，啊尾啊去互人个迄个小李肉被赶去外国去，啊伊就讲安尼留袂起，伊毋知一寡路唔大摕可以车去，阁无菜。阮两个嘛有搁去因兜。我叫伊泡茶互阮食，伊嘛是叫我丢先生，丢先，丢上哦。伊嘛叫我补几个啊。我头仔问的就是讲，咱的饮棍玉银龙这个名是安怎来的？咱讲互观众朋友来了解。伊要嫁翁的时阵，哈，因老母就做一领裙，足水的，啊边啊就甲创两粒玲珑啊，细粒啊，玲珑啊，甲天丽啦吼。讲这领裙是要互你做嫁妆，但是你着爱保留甲你的孙、你的囝、你的孙，啊，这领裙啊，佫甲阿母放咧，安尼阿母才会欢喜，安尼啦。伊才来。啊，伊即马因翁犯罪的时阵，伊毋知400。伊100斤大汉囝，100斤翁，啊伊留100，啊再个迄玲珑啊，互迄个因老爸捡的哦，这
哦，迄个。土仔，都在。土仔啊，对迄嘛是伊老爸捡的，啊伊嘛是叫小弟啦，苏文正嘛叫小弟啦，啊对，当然叫害啦，认到纸伊就是知影所教的人。嘿嘿嘿，跟他去用抄家嘛吼。无啦，去分开算败家去啊，大家分归四散哎是某带几个啊，无生半个啊，无这只苦水甲讲啦，啊讲说，互我做囝啦。啊，迄个甲饲的迄个人讲，互你做囝会用的，袂用的甲改死。我那这个名，爱细数。其实我后摆要收啉才会迄落。不过啊，我呢来问啊，若讲你有正式开始对迄两趴开始甲食，差不多已经70年有啊吧？较有袂款。有啦，有70几年，70几年。我12岁入去班12岁。嘿，啊14岁就做拜就举牌啊，安尼70几档嘛，吼。咱这台湾社会变化，你拢看在眼内吼。啊，阮这是第2代，我嘛开始讲，互少年班的吼，有通来讲台语，讲甲讲透老，吼，会爱讲透机，啊，会当来学这个台语。你即摆是少年人吼，你认为这少年人应该安怎来学习这个母语，学这个歌册吗？但是毋是讲每一个人拢有法度呢？啊，应该按如何来培养这种能力？是处理时大人，哎，现在教我安怎？你安怎看？啊，人叶老师毋拄诚骨力的，人只要看人毋知影，伊会敲电话问我。啊，我会甲讲，伊会敲电话问讲，啊，这句是啥物意思？啊，我就甲解说。算讲我戏班大学部经验较侪，啊，我就甲讲。伊讲吼安尼，啊伊足巧，伊都随时写起来。我就讲叫你爱随时写起来，无阮即摆年有啊咧退化，用语哦讲，连米都袂记。有影呢，阮迄摆咧录影的时阵，叶老师，我有当去读哦，我会晓读，但是有当去读啊会顿地去，啊嘛毋知影什么意思。叶老师就甲我解说我听，放是拢对遮来的。开始我嘛看无啊，因为每字伊拢捌，哈对啊。但什么意思毋知。你去经啊，录影录较久啊，啥物这你毋捌的，你捌你的人，啊毋捌你的人问捌你的，我那笑死。真好个所在就是咱台湾即嘛有一个台湾歌册协会，咱今仔日迄个会长，理事长会来参加吼。啊，实在讲内底真侪台语老师，所以我若对着我毋捌的物件，我较容易去请教。这到底要怎念？啊，到底什么意思？老师，你讲互咱听吼，譬如讲宝贵鱼啊，伊这算做国宝、外国宝吼。啊，但是咱嘛需要爱某种程度爱标准化，吼，不管是这个调标准化，还是讲字这个形爱标准化。比如讲，我看老毕怀疑不敢往，孔明抗主去无妨，但是。迄字有当是敢若写同音，还是写即个文音，咱无一定过去无一定真准。所以即嘛吼，歌册协会肖老师伊足用心的哦，已经用10几年啊吼，伊甲这歌册，伊甲原本拍伫电脑内底，另外佫去用咱现代看话语去甲写出来、改出来，另外。这边佮用罗马拼音去甲标，这什么音，尾后再佮什么意思？辛辛苦苦来学，学到这么老啊，就要甲伊放弃，安尼嘛是足拍算。是啊。我一个人，叶老师讲，人要送我一个连白，我讲我真老，我讲有何创？我真老，要佮有何创啊？伊讲要一支琴啊，互我弹，我会要学是足简单。较早阮阿弟咧讲，袂晓调鼻音，你教人学啥物琴？我足歹性地，我学，伊要互我讲免，我毋免去学。
免搁学啊，到遮就好。无呀，我真正我听吼，因为我毋是内行人，但是我听宝贵爷啊吼，那平常时咧讲话，咱就知影讲，哎，咱这伊不管是喉韵啦，还是这入声音啦，这真有古早气。吼、啊，我着古早人，无，八十几岁啦，毋是古早毋吗？是因为古早人才有这，有人是古早人嘛，无一定会晓安尼讲。嘿，吼，这我感觉这是上宝贵的所在，这是真正后辈的人会当听到宝贵爷安怎来讲这个台语吼，啊来学习，真正会当传承去。这我感觉这是上重要。哎，对对对，这10世纪，这我请叶老师吼讲互咱看，这是什么物件？啥物？手抄本，嘿，手抄本对吼，这古早的手抄本对，这谁放互你的？王玉川老师、陈美树老师、陈宝贵老师，我袂记你对一个互我。我头问宝贵啊，宝贵讲，放是我的，还是毋是我的，我嘛袂记。我毋知影好报，我讲互你听，我毋知影好报。我迄个年代吼，甲阮翁无去的时阵，我囡仔咧做头路，我就感觉讲我要退休啊。我一寡较高价的迄落迄个什么的，我就来欣赏。真无彩，啊，无迄个，嘿，真无彩。嘿，无啦，迄个时阵，迄个时代吼，传统迄阵时较无人咧重视嘛，所以我也是上好一个问题，要请教宝贵啊吼，你有一段时间会使讲较寂寞，吼，较无人，大家外界较无咧看恁咧做这个表演，后来就慢慢，时代佫来啊，佫兴起来，哇，佫大家佫真甲你注重，对遮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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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哦。对遮来。你家己的感想是啥物？我小咱才问你家己的感想是啥物？我家己的感想，我就讲，我敢要有迄个机会，我敢有迄个机会，我出来唱歌互听。啊，若佫出来唱歌互听，咱会足欢喜。啊，无家己倒喺面床，嘛咧唱。炒菜嘛咧唱哦。我倒喺面床，嘛是咧唱啊，啊，就出汉关啦、中大边啦，迄拢大底客咧，迄若无学的人，袂晓弹。叶老师，你宝贵伊啊，所有的戏你都有学过吗？无，伊学过高家，伊高家鱼啊，啊南管对我来讲足困难。伊较无兴趣南管，你上爱即个变调啦吼，歌戏调啦，亲像就10世纪嘛上好呢，10世纪你捡来下昼时来做上好。下昼时啊吼，因为这出戏差3点钟，有无？较无3点钟，两点半钟。要甲拖加唱几拍，还有法度。啊，若毋甲拖的时阵，2点外啦。2点外钟吼。啊，这下昼时2点外。因这老前辈吼，你叫1点钟，伊就演1点钟戏；2点钟演2点钟戏。有人阿所谓的哦。阿所谓咯，当然咯。咱咧做迄落，即马去美国迄个咧做什么肉羹迄个，伊坐面头前咧看，伊讲啊，宝贵啊，你哪有迄个看？伊讲我讲安那会无？啊，着想啊，头壳想出来，啊，着想出来啊。道光有贵州有一个，道光有贵州啊。道光有贵，敢是？是。伊坐倒啊听，伊先煞吵起来咧。我着讲去互迄个歹人用迄个武钢琴拍一险死啊呢。啊，皇帝来咧问讲，袂歹计啊，你是安怎？哪会活？伊讲我就是为着要救迄个阿伯啊，我才会互拍一险死。啊，我唱一拍歌啦，公亲变自主啦。啊，甘要拍甲规身躯啦，啊，身躯血流滴哩。啊，我显规样诗，啊，毋知我一句什么戏啦。伊讲，吼，安尼，迄就是尾就有啦。庐山得影几千秋，
闻说歌风水自流，自流。万里长江飘玉界，一心一意到贵州。安尼足熬，足我要熬。我爱，无几岁囡仔会啊？无几岁，因这大官拿出来用文音，爱文音哈。文音。哦，所以啊，唔知有四连杯啦，阮四连杯搞甲有足多。四连杯是啥物？四连杯就是讲，迄个杨六赛嘅杨家的，就是杨家的四连杯。啊，皇帝就皇帝四连杯。啊，小姐就小姐四连杯。啊，小生就学习武艺好，年轻我是话严罗。乾坤元家道，为官在调歌。哦，就是出来的时候那四连杯。对。迄就是四连杯。啊，四连杯你若做文官的人，就爱盘黄。盘黄吼。爱盘黄，啊盘手黄爱切起来，切起来，啊行路就爱行西公脚，西公脚，西公脚，西公脚。啊要你去正脚，啊要出来倒倒脚出来。演个关系，真正有影来行开的啦。但是哦，我搁要加问一句吼，不过啊，南管你较爱，还是唱这七字啊歌仔戏歌界你较爱？啊，七字啊是咱的无大无音嘛。无体啦吼。就是阮老骹爸互我的。啊，我去桃园，我嘛搁再买一个伴手去看。我讲啊，老骹爸你即摆我咧弹，啊会弹就加减弹，啊我咧做西工。头手现。头手现呢？头手现吹咧。哇！啊，我搁去甲看一摆，啊，毋拄即摆离开中啦嘛。敢若我有探听讲，去见王生。伊王生去啊！我头仔看到偶像吼，遐来遮，我真正困袂去啊。是叶老师甲我讲啦，安尼啦，伊咧跟我讲，啊，有啥物通我问？哦，伊讲问袂煞。伊讲伊，我若是有时间哦，就阮是一集才60分钟啊，我通我来甲你做第2集。真的，我真正先甲宝贵爷预约，我来淡水找你。来好好咱过来做第2集，我阁想要来问讲吼，南管啦、歌家啦，乃至到即个歌册啦，即个差别，吼。歌家是南管挑出来，你讲歌家是迄个阮先生的先生，正阮叔公，伊姓王哦，就包。哦。红包，啊，伊就是种什么呢？种锦上花。啊，锦上花。锦上花，啊，锦上花，甲伊老的时阵，才换伊第尾代的学生，才落去种，换那种锦上花。锦上花。哈，啊，有产这里啊，啊有产变调，啊有产骨架。啊，阮知影嘛，所以就变做你的传承安尼啦。所以哦，我爱另外找一个时间，要过来甲宝贵爷吼，咱来录第2集，因为真侪戏迷吼，阮真爱听你唱，来好好来唱，尤其这青德斯基案，真好，青德斯基案，我这听咯，哦，其实哦，咱今仔日哦，新眼界来遮会当是开眼界。咱讲吼，旧就是新啦。史嘛录了足好。对啊。3点钟。咱咧讲吼，旧就是新，就是这意义啦。你毋捌看过吼，这种外国报吼，这一举手一投足，哦，拢是戏。好，你着安尼直直甲我捧，啊，我毋对啦，跋倒边。别边啊吼，边甲你看起来。我问声来甲看起来。世界万航台拢伫咱台湾新眼界，今仔日来真正有够荣幸，感谢咱宝贵爷啊，感谢咱叶老师。多谢。感谢你。你若无你来甲伊讲，伊嘛袂甲我讲。啊，伊甲我讲的时阵，啊，我咧甲阮囝讲，阮囝讲，袂啦。
啊，我唔知影讲今仔日有遮侪人啊来欢迎我，啊，我足欢喜啊。这国际巨星才有啦。这，咱观众朋友咱期待，咱第2次，甲来宝贵鱼就来3支。世界万人台，拢伫咱台湾新眼界，旧就是新，宝贵鱼啊，就是最好的例证。啥物叫做旧就是新？就是感觉这个传统对你来讲，不只是新奇，而且佫有传承的意义，你会当佫来创新。咱所有文化的传承，就在咱台湾新眼界。